它变软软的了。本来应该硬硬，好像这个就还很硬。啊，这个怎么变软软的了？啊，奇怪了，这车内温度太高了，车内温度太高就竟然会变这样。晒过要变软软的了，奇怪。没，这个还硬硬的，你看这个还比较硬。啊，这个变软太多了。太阳眼镜竟然会变这样，车内温度过高，车内温度太高了。